炭烤巨型一整條牛舌，分開舌根同埋舌尖，燒起上嚟香噴噴，食起上嚟舌根軟嫩彈牙，而舌尖爽脆有嚼頭。仲有抵食嘅和牛西冷，充滿蒜香牛油味嘅環甲膜，巨型嘅和牛牛肋條，秘製汁烤鰻魚，真係同出邊食嘅唔同喎。嚟多份大蝦天婦羅，食埋個雪糕牛角包，真係好滿足。想知道近期有咩好玩好食，就跟我嚟啦！喺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，最重要就係將我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哋今次去食一間精緻嘅日式烤肉，叫做牛脷屋。喺深圳有2間嘅分店，最新嘅一間開到去上梅林站。如果搭地鐵嘅話，可以搭4號線或者9號線去到上梅林嘅 H 出口。上咗地面之後，向站嘅後邊走，過咗第一條馬路就會見到牛脷屋極燒肉專門店。呢度都有講，如果有大眾點評或者美團嘅話，可以買78蚊對100蚊嘅代金券，變相就係7.8折。喺呢度亦都可以包廂食飯，有卡位，環境好乾淨企理。前菜上嚟係泡菜，可以先食個泡菜開一開胃，或者一陣間可以夾埋啲肉一齊食。我哋點咗牛油果沙律38，個賣相好吸引，夠清新。除咗有牛油果之外，裏邊仲有流心蛋、車厘茄、水果粟米、唔同嘅蔬菜。你食落去嘅時候，個牛油果入口好綿密。開餐之前食個沙律，清一清嘅味道。呢個水果粟米啊，配上酸酸甜甜嘅沙律汁，再配上流心蛋，滑溜得嚟有好香嘅蛋味，配埋青瓜、番茄仔、粟米等。大蝦天婦羅68，見到已經流口水。個大蝦炸到金黃色，仲有南瓜片、皇帝菜等。新鮮蝦。食嘅時候可以點埋個蘿蔔蓉汁，個汁底酸酸甜甜，帶住一啲蘿蔔蓉嘅清爽。除咗可以解油膩之外，亦都可以調到食材嘅鮮味。真係超級大隻，試下啦！啖肉好滿足啊，好脆，而入邊嘅蝦肉好靚，夠新鮮。個天婦羅大蝦好彈牙，用新鮮嘅大蝦做。而個南瓜外皮好酥脆，咬落去就好綿密，有甜絲絲嘅味道。仲有皇帝菜葉，外皮炸到好酥脆，而入邊仲有葉嘅新結味。飲品可以選擇檸檬烏龍茶、手打檸檬茶、小麥草檸檬茶，18蚊一杯。我呢杯就係小麥草檸檬茶，酸酸味味好解膩。自家製爆汁炸雞36。外層炸到金金紅紅，好有食慾。食炸嘢真係令人開心，其實咬落去嘅時候，個外皮好脆，佢雞肉入邊係好嫩，而入邊嘅雞肉好多汁，個鹹香夠晒味，可以加2滴嘅金骨汁落去，更加提鮮。喺呢度食烤肉會用竹炭去燒，全程都有店員幫手，可以盡情去食。一整斤牛舌268。成條牛舌夠晒霸氣，個肉質粉紅色，好新鮮。喺上邊有少少嘅黑胡椒同埋鹽粒，見到個肉紋好清晰。放上鐵網上面燒，一陣間就聽到吱吱聲，好快就滲出肉香同埋炭香飄出嚟。牛舌嘅表面慢慢焦香，燒到金紅色。等個牛舌差唔多熟嘅時候，店員就會將牛舌切到適合入口嘅大細，會分開舌根同埋舌尖。呢一碟厚肉啲就係舌根嘅位置。一整條牛舌咧，真係唔多地方可以食到，係真係成條牛舌。呢個咧係舌根嘅部分，試一試先。點少少黑椒、玫瑰鹽，簡單嘅調味，一咬爆開，咬落去夠軟嫩又爽脆。可以加少少黑胡椒碎同埋玫瑰鹽上去，個舌根食落去軟嫩得嚟，好爽脆。中間到舌尖嘅部分，佢越近舌尖，因為運動比較多，再結實啲，你咬要咬耐啲，好似同你牙鬥力咁，越嚼越香。如果中意一咬即爆咧，就舌根就啱啦，好爽。而舌尖嘅位置因為多活動，所以會較有嚼頭，而且係越嚼越香。
亦都可以點啲燒肉汁，增加佢嘅味道。蒜香和牛橫膈膜128，用個罐裝住，可以見到入邊嘅油花紋路。呢度每一次燒一款肉嘅時候，都會重新換咗個鐵網，咁就唔使再食炭灰啦。將成條個橫膈膜放喺炭爐上面燒，再加埋個蒜香牛油，好快就會聽到滋滋無油嘅聲，個香味開始飄出嚟。到差唔多熟嘅時候，店員就會剪到一塊塊，方便入口。佢外皮帶有少少炭烤嘅焦香，而入邊嘅肉仍然好嫩好彈牙。喺食嘅時候可以點啲蒜香牛油。蒜香牛油橫膈膜，好香蒜蓉牛肉味道，燒到啱啱好，個肉質好腍，牛油同埋蒜蓉，好腍。我平時食嘅橫膈膜，佢都有嚼頭，但係越嚼越香。食起上嚟會有一陣陣蒜香嘅牛油味，個牛肉味好濃郁。和牛西冷198，見到個雪花紋好靚，真係好似一片片嘅雪花，成塊都好油潤，帶住一啲油光。喺燒嘅時候，店員好小心將塊和牛擺喺炭網上邊，唔需要燒好耐，每邊大概20秒左右。見到個肉色變成金紅，個表面仲帶住一啲炭烤嘅焦香。喺差唔多熟嘅時候，店員就會剪到一塊塊，會跟一個無滾蛋撈勻之後，可以將肉點上蛋汁，食起上嚟個口感會更嫩滑。試下呢個和牛西冷，可以點啲無滾蛋，入口即化，可以食到一塊咁靚嘅和牛。入口嗰一下可以食到和牛嗰種油脂甘香。好長一根澳洲和牛牛肋條，同樣用個罐裝住，真係長長一條牛肋條，擺喺炭火上面燒，滋滋無油。見到個油花慢慢融化，當個肉轉成金紅色，就可以剪到入口嘅大細。食落去嘅時候，個外皮帶少少炭燒嘅脆香，入邊嘅肉又嫩又彈牙，牛肋條入邊嘅油脂夠甘香。牛脷屋入鰻，我哋嗌咗半條88，個魚身夠油潤，帶住一啲光澤，擺上炭爐上邊，見到個魚身慢慢變曲身。當燒到個肉有70%熟之後，就可以反過嚟燒皮嗰邊。到差唔多熟嘅時候，就可以將鰻魚剪開兩邊，浸喺特製嘅鰻魚汁裏邊，再放返喺炭網上面烤到全熟。佢哋用嘅係8兩到12兩嘅脆鰻，呢個大細嘅鰻魚個肉質係最脆嫩，再剪成細塊。鰻魚都得啦，好靚啊！你嘅鰻魚，佢哋用翻咧最脆嘅鰻魚就係8兩1斤2嘅小鰻魚，試下先。哇，真係脆，焦香嘅位置好香。鰻魚汁同我哋平時食嘅葡式鰻魚就唔同喎，佢比較鹹香味重啲喎。你食落去嘅時候，個鰻魚汁鹹鹹香香，同一般偏甜嘅葡燒汁好唔同，更加可以突出到鰻魚嘅香味。現烤可頌冰淇淋28，可頌即係我哋嘅牛角包，將牛角包擺喺炭爐上邊烤到金黃色，外皮脆卜卜，喺邊邊度烤到有啲焦香嘅色澤，睇落就已經夠鬆化。之後就可以將雪糕放喺牛角包裏邊，見到個雪糕慢慢融化。咁我以為簡簡單單烤過嘅牛角包好酥脆，好香奶味，唔係嗰啲平價雪糕，個包酥酥脆脆，出邊暖粒粒，入邊夠冰涼，香香甜甜。食起上嚟個麵包帶住陣陣嘅牛油香，而個雪糕同個包一冷一熱，牛油香同埋雪糕嘅奶香夾埋一齊，仲有少少麵包嘅麥香。最後我哋4個人埋單，原本總數係1033蚊，但係可以買大眾點評嘅7.8折，最後埋單係806蚊，平均每人201個半。已經食到一餐高質素嘅日式烤肉，有高級嘅和牛，一整條嘅烤牛舌，
牛肋條、橫膈膜，加埋鰻魚同埋其他嘅小食，性價比相當高，而且環境好唔錯，又有專人幫手燒。如果下次經過上梅林站，想食一餐高質素又有性價比嘅日式烤肉，不妨試下呢間嘅牛脷屋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。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，撳埋我鐘仔，當有新片出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約定你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